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股对着美国第一日收在13466点，另外台股也达到31.871块换美金1块。指挥中心宣布，10月初3开始，第二阶段族群包含医护机组人员、边境防疫50岁以上民众，通注新配款的莫德纳疫苗。罗西亚国防媒体讲，这乌东市地区公投加入罗西亚有够社民众支持，这公投引起泽伦斯基批评，欧美国家也拢谴责。讲到这美国形势影响到美股大跌，咱台股今仔日开盘虽然有起小挂，不过落尾却是落落去360点，收在13466点，是24个月以来上届纪录。另外讲到这台票换美金同款也是落到台票31.871块换美金1块。对分析师表示讲，在咧短时间内，若准希望伊卖力，恐惊是有困难的。台北股市也是清顺顺，28开盘也是真无力。开盘了后有小可起价了后，大家也是惊赶紧卖，上场也是落360.52点，收在13466.07点，创下22个月来的新低纪录。OTC 那电子股表现真无好，金融、传产这款指股拢表现真歹，拢是开价行价情形。另外，连续几天股市一直落，分析师指出，现况也是反映出全球经济衰退，种种利空的压力之下，全球股市在咧跳水，亚洲股市更加是呈现波段的低点。不过，其实应该也未采取喊空的手段。那美国股市要先稳嘛，第二个就是说比较强势的美元指数必须要拉回哦，那这样的话台币才会有机会由贬转升，那资金外流的状况减缓下来的时候，台股反弹的一个空间才会比较大一点。分析师表示，第二大股也是起起落落情形，若是要停止这个盘势，也是要看国际经济变化，才有法度带动大升起来。不过，国安基金在7月12入场来护盘，也是无度回稳。金管会表示，国安基金的功能是点配，不是优先股票。另外，中央银行也在27表示，万一大量外资来撤离，必要时阵会采取外汇管制。管制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天能够多少出去，一天只能多少出去。那管制的话呢，那当然这个要配合到那个股市。杨金龙表示，管制最快的前提必须爱先了解资金撤出的状况，而且到中央银行无到控制地步。因为即阵咱国外汇存底也收5000外亿美金，现货也会使运用。而伫汇市方面，新台币对美金的汇率27虽然将至连续4天贬值，不过整体市场的情形对新台币来讲也是不利的。28贬值9分1，收盘来到31.871。股市汇市相杀的情形，第期恐惊难以停止。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8421个本土病例，这中重症患者有147个，也死亡个案有38人。也因为本土疫情有关伫咧高原期，指挥中心宣布，对10月初3开始，这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会当开放予第二阶段对象来做。这第二阶段对象包含着医术人员、机组员，也个边境防疫人员，甚至是50岁以上民众拢会当去做。另外，这公费的流感疫苗也对这个拜六开始注入。指挥中心也强调，这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会当注伫无同款的所在，唔免浪时间。新冠本土连续2天超过4万例，29礼拜3新增加48421个本土病例，全台湾也是新北市病例数上最，单日确诊万外例，中重症有147个，死亡有38例。其中较少岁的死亡个案是30外岁男性，无慢性病史，也无注过疫苗。9月19破病快筛阳性，啊毋过无通报看诊。5天后伫厝的毋知人，送医急救也是救无转来。法医相验的死亡诊断就是新冠病毒感染，合并有呼吸衰竭。这是今天我们最年轻的一位这个公布的死亡个案。本土疫情也搁伫高原期，指挥中心宣布，后礼拜一10月初3开始开放第二阶段对象，对加注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包括医术人员、机场港口机组员，也甲边境防疫人员，50至64岁的成年人，也搁有18岁以上，因为公务出国需求者，只要加顶一支疫苗，让12礼拜拢会使做。另外，公费流感性感冒疫苗也伫这个礼拜六10月初1开始分做2阶段做。第一阶段包括医术人员、65岁以上的中辈等11类对象。第二阶段是开放50至64岁无风险慢性病成年人做。这2个疫苗可以同时接
接种，也可以间隔任何时间接种，因为我们目前看起来，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交叉反应。另外 ，Novavax 疫苗嘛开放12至17岁青少年会使做基础射甲对加射，防疫旅馆也全部退场。莫德纳次世代疫苗2日开始做，累计已经做51100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的边境特别解除封锁啊，有真侪航空公司拢认为讲，接落来会有真侪民众想要出国，华航就推出皮卡丘的这彩绘飞行机，头一班10月初2会对上山飞到东京羽田机场。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也讲，若最疫情拢有法度掌控，明仔载就会当由这指挥中心宣布10月13要来开放边境。因为皮卡丘彩绘图案的飞行机是华航新推出的 A321 neo 客机，高水图案真受人注意。皮卡丘彩绘机 CI 预计9月30通向上山微旅行，10月初2首航会对上山飞往东京羽田。解封之后，客运慢慢的恢复，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票价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但是慢慢的市场的机制就会把这一个票价回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营运的水准。疫情后航空公司营运成本变较悬，票价也比疫情进前较贵。未少航空业预愿看好边境解除禁令了后的旅游情形。华航预计解除禁令了后，开航菲律宾的宿务，也有越南的岘港这新航点。而经过2年多来疫情，已经了超过81亿的商务航空，也要在9月30日行规挂牌。在安全这一块的机棚维修厂已经整个设立起来。那3部的工艺机也都进驻。边境管制计划会慢慢来开放，第一阶段对9月29开始，提升入境的总量到每礼拜6万人次，入境改用快速检查器制。如果都能够顺利，疫情也都如预判，并且都能掌控的话，将在明天行政院会听指挥官报告后，各部会大家形成共识，在10月13号。开放国门。苏贞昌早起到桃园机场视察，讲到渴望在10月13开放国门，到时阵入境会采取0+7的限制，同步取消禁团令。指挥中心也讲，若是有外国旅客来台湾确诊，港团旅客2天内快速检查阴性就使出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来到第3天，早起有甲总统蔡英文做会参加世界台湾商业联合总会伫高雄活动。蔡英文强调，台湾半导体等产业伫全世界竞争力，认为台湾的经济量能也当当作全球经济关键。蓬佩奥中昼伫台南有甲市长黄伟哲、立委，甚至还有台湾、美国2边拢有投资企业家做伙食饭。蓬佩奥按算伫明仔载就会离开台湾咯。总统蔡英文伫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的陪同下入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的第3天，两人共同参加世界台湾商业联合总会活动。蔡英文致辞的时阵，感谢台商伫世界各国的打拼，嘛强调台湾经济力量会使变做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累积的投资已经有超过1250家企业，将近1.8兆元的投资。我们要让世界不只看到台湾良善的力量，也要看到台湾的经济的力量。台美之间不仅在民主的对话，在安全的事务以及在经贸的合作上，那尤其在半导体等高科技的产业能够更深化这个合作。蔡英文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世界拢真关注，嘛期待台美之间会有更较侪交流合作。蓬佩奥表示，台湾甲美国分享真侪重要的价值，美国政府会是台湾的好朋友。For the past decades, has encouraged American business to invest inside of China, to invest alongsid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was American policy for decades. It's no longer the case. 蓬佩奥第2摆访问台湾，主要行程拢甲经贸交流相关，会使看出伫全球供应链当伫重组的即阵，民主国家之间的共识，除了伫推动民主甲国家安全等关合作，经贸合作若会使整合到全球的供应链当中，对台湾的安全甲整体经济实力嘛有真大的帮助。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
讲到这几天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当咧台湾访问，咱的国防部也讲，这27日中国军机有飞来11抓，也有4抓呢是咧中国军舰伫咧台海附近活动。另外，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和印度外交部长进行会谈。奥斯汀表示讲，看到这中国伫咧台湾的行动愈来愈接出现，美国会加强甲印太地区的合作来面对中国的挑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拜访美国五角大厦，国家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双边会谈。俄乌战争甲中国伫台海威胁造成区域情势紧张，美国认为应该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将面对中国一直以来的挑战。Sustaining the region's securit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now. In recent months, we have seen the PRC intensify its efforts to challe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its unprecedented provoca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to its ac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stabil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should be secured, and that is best done, amongst others, by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like us. 美国一加强化在印太地区盟友友好关系，美中之间因为台湾问题继续交锋。中国航展11月要伫珠海登场，中国空军未派出国产预防系列战机做代表的现役装备参加展览，有意要大秀军事实力。这10年，中俄巡航和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厉兵台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这2天访问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清表示密切关注强军的动作。国防部日前指出，强机11架次加4只航舰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暗过无强机超过海峡中线，或者是入侵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是强军8月军演以来真罕见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8月发动这伟大军演，咱的国军是严守戒备。海军海上战术侦察大队就派出各自的瑞恩无人机进行这侦查收集的行动，顺利掌握到中国军舰的动态。这海军表示讲，瑞恩无人机是5个人一组，负责起降侦察行动，甲战场的证据传导转来，而且要培养一位操作瑞恩无人机的专人，就要开半年时间训练。瑞恩无人机对跑道出过来，随升空继续起立。这是海军海上战术侦察大队的事常。中国进前是发动大规模的扰台，瑞恩无人机都是关键。在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它不见得一定可以掌握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性。那也许它可能侦测到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保持我们的高度来确保它的安全。海军证实，瑞恩无人机8月3日是成功查到中国天基7只军舰，透过机身下卡的求识器，即外可见光，日显上只模式，掌握军舰的动态，发挥无人机战场监控、及时回传战场侦知的优点。海军海上战术侦察大队是国军目前唯一一个战术型无人飞行载具的部队，一边东行村大东拢有个反制直升机的飞行杆调过来。在直升机上的话，也是一个平行向下的视角，而我们的无人载具主要是对远处的中小型目标以及中共的无人船只做一个监控，所以在我们的战略跟战场上运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瑞恩无人机是5个人一组，操控的人是负责起降，这个交予起降的导控站会当真紧部署伫个机场，也是起降基地。另外，侦察行动、回传战场证据是交予地面的导控站来负责。要操控力量无遐简单。大型无人机的飞行并不容易，需要依靠整个团队各个环节的紧密搭配，才能顺利达成每一次的任务。基本上，风险比较高的部分会在起降的时候。至少要开半年时间，才会当培养一个合格操控瑞恩的人。海军嘛继续用瑞恩无人机来捍卫海疆，中科院嘛继续在研发会当攻击的二代机，激发国军的无对称作战。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27有提出镜电视创办人裴伟伫股东会录音，即期这中央居站对镜电视申请直接有介入，予 NCC 压力。今日国民党团就召开记者会，要求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要回实咧 NCC 主委陈耀祥要落台，而且也要成立调查小组来进行调查。时代力量也去到 NCC 的门口，向 NCC 交一个检举的文件。小英总统反映那天的状况，说 NCC 其实很无理取闹，
小英总统就立刻告诉苏贞昌，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了最严格的处理，没有理由去拖人家，你一定要赶快去处理。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27集期，反映高站针对假电视申请执照有介入，对 NCC 施压，佮提出假电视创办人培伟伫股东会的录音证明。而被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回失礼。NCC 主委陈耀祥落台，立法院嘛应该成立调查小组调查。蔡政府如何破坏政府体制，如何玩弄 NCC 成为民进党的附属单位，国民党团给予最严厉的谴责。时代力量28也到 NCC 门口，针对这几天的媒体争议，向 NCC 提交检举，要求调查。府院高层是否将手伸入 NCC？ 那不但会影响到媒体的新闻自由，更是让媒体沦为政党的工具。而被培伟以假电视股东的身份，伫假新闻网站发声明，表示家己无受到 NCC 的特别待遇，嘛指控互公开的录音档案是经过编辑的，调工制作不实的消息。另外，行政长苏贞昌28到桃园机场视察，针对假电视介入争议，苏贞昌简单回回：通传会是独立机关，每一个委员都是专业，任期都有保障。我们对于独立机关的独立运作都尊重，也从不干预。行政的调查都还在启动当中啊，欢迎各界假使有相关的事证，请提供。针对陈椒华提出的录音档案是真也是假 ，NCC 表示因并无清楚，而且相关当事人已经提起司法救济庭诉，因无方便评论。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咱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这个朴素合位争议是继续伫咧冤。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竞选团队就去告发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人员伪造这境内声明的公文书。侯友宜办公室也召开记者会来回应，因有提出赖的这个对话记录来证明讲，因有甲这警察大学讨声明。不过，警察大学发出新闻稿来指出讲，这校方呢拢无正式发出声明，是迄个业务申办人员个人无经过授权就提供资料。新北市长侯友宜朴素合位的争议也无停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竞选团队去新北地检署告发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执行长张基强、甲发言人吴良贤伪造境内声明公文书。请问你们所谓的警大的内部人员到底是谁？是校长吗？是秘书室的人员吗？还是公关室的人员呢？请你们说清楚，这个所谓的假声明到底是从何而来？这个心态就跟恩恩案一样啊，绝不认错。双方有一方面是错的嘛，那到底要相信警察大学的校长跟校方的声明啊，他们的发言呢，还是要相信侯阵营？林佳龙团队一直讲，警大警告大无对外发声明。侯友宜选举办公室嘛召开记者会，提出警大回应的时间表，嘛提出赖对话记录来做证明。强调讲文字的内容拢是为警大迄边来的。9月4号下午就是1点26分，警大公关室有主动跟本办公室联系。我们所报道的内容，我们所提供的内容，跟警大向记者说明内容是一样的。那请他们公关是谁嘛？我来查嘛，好不好？没有对外声明过了。警大声明的代志，一人讲一款，两边拢坚持家己的讲法。因若警大发布新闻稿回应，是业务承办人员个人无伫第一时间向中官报告。伫无核准的授权之下，就将个人的笔记资料予记者，造成争议，会以相关的规定处分。因若新北地检署表示，已经收到林佳龙竞选办公室告发侯友宜选举办公室涉嫌伪造文书，会分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人讲吼，这个紧惊熊，熊惊无天良。罗西亚所掌控的4个乌克兰地区，最近正咧举办这加入乌克兰的公投。加入咧罗西亚的公投，这个罗西亚的官方媒体讲咧有90%民众支持加入，外界也伫咧关心讲，这罗西亚敢会第30就宣布讲会把这4个地区接入来。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呢，泽伦斯基也批评讲，罗西亚的行为根本就是乱来，欧美国家也拢谴责这罗西亚的行为。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甲东南部的扎波罗热、甲赫尔松，亲罗西亚势力从23开始举行所谓加入罗西亚的公投，但已经结束。罗西亚国营媒体27报道，计算投票的结果，4个地区已平均超过90%赞成通过。
罗西亚新闻通讯社预估，总统普丁会伫30宣布，公投这4个所在会加做罗西亚的一部分。罗西亚参众两院卖快速审查通过减免法案，伫普丁10月初7生日进前，正式把这4个所在夹起来。Цей фарс на окупованій території не можна назвати навіть імітацією референдумів. Реалізація Росією так званого кримського сценарію і чергова спроба анекс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території означатиме, що з ци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ії немає про що говорит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普丁的作为，意在破坏联合国的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用的方式。各国针对罗西亚的做法是真无认同。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recognize any territory Russia attempts to seize or allegedly annex as anything other than part of Ukraine. We reject Russia's actions unequivocally. Any referenda hel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t the barrel of a gun can never be remotely close to free or fair.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德表示，罗西亚发动的假公投，若是去予国际接受，以后恐惊会真恶收煞。美国会提出谴责罗西亚的决议案，上紧伫这礼拜会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罗西亚若是使用否决权，就会通知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向莫斯科发出明确的信息，团结捍卫联合国宪章。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有记者美国邮轮红宝石号去年9月中准备入到新加坡港口，却互印尼海军用非法进入印尼海峡停留做理由，甲规只船扣押。这船头家伊是无爱付这上千万的赎金，放这船长去互拘留半年了后，搁再去互判拘役60天。新加坡位于东南亚航运的要地，特别的地理位置是欧亚海运路线必经之路，也互港口码头甲相关的设施，真做新加坡的金鸡母。伫美国注册邮轮海运红宝石号也是真侪停靠在新加坡港的船舶之一。油港内真话真亏，船只入港必须伫外海排队来等候。以新加坡港为例，船只等待海峡大约是地图上这个线形的所在，是位伫新加坡的东边。也毋过宣称拥有附近真侪无人岛主权的印尼所划出来领海甲经济海峡的范围，等待区边缘的船只，若是船身小可较大只一点啊，恐惊就会受到执法。Indonesia and Singapore don't have international, so this.Let's say you park in Singapore, but actually one side of your vessel already in Indonesia. 今年47岁邮轮的船长马多吉诺，去年9月中按计划准备停靠在新加坡，不过就伫等待区准备要入港的时阵，互印尼海军停船来盘查了后，连人嫌船押往32公里外的巴旦海军基地，这一连几就是半年时间。当年马多吉诺毋是头一个接水的人。路透社报道指出，业界传说这位船头家要付赎金，印尼海军随放人放船，计销大约在新台币950多万到1270多万中间。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like illegal piracy. You have to pay money because one of the captains that I met in there upon my arrival, he explained to me, "You tell your company to pay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you can go on." This is or was certainly some kind of exercise by the Indonesian Navy or backed by the Indonesian Navy, and to extort money from ship owners. 不过海运红宝石号的美国头家无付赎金，而是另外找管道，互印尼甲船放走，甲船长一个人留伫印尼海军遐。那白白互拘留半年，外加60天的拘役，伊多年来的上船的资料也差不多拢乌有去了。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墨西哥最近抓到一个涉嫌人口买卖极端教派组织，甲26个囡仔甲囡仔拢救出来。不过，这个组织成员拜日来到政府部门抗议，指控政府伫咧乱抓人。几个穿长衫、便便老头毛手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赤足之心的成员，礼拜二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这个庇护中心，要求当局释放非法逮捕的囡仔。Por favor, llame a los niños, los encargados. Pero ustedes lo capturaron los niños sin orden de juez. ¿Dónde está la orden de juez para capturarlo?
这个极端教派1980年代伫以色列出现，反对犹太复国的主张，规定男性必须规工上经祈祷，女性为3月开始都要包头巾穿布卡，敢来当面部现出来，所以互以色列官方当作邪教，也互人讲是犹太塔利班。目前成员散伫美国、加拿大、加墨西哥这所在，墨西哥政府指控因涉嫌组织犯罪加人口贩卖。23早起上门围抄，掠到组织领袖，佮救出其他的妇女甲囡仔，拢总带走26人。其中年纪上细汉的敢若3个月，不过来抗议的成员因讲，警方的逮捕令顶悬敢若14个人，否认营区内囡仔互人虐待也是贩卖。Nosotros dos nacieron en la comunidad. Todos los años estudiamos ahí juntos. Nadie de los maestros nos golpearon o nos abusaron. Nadie. 不过，七组之心真侪年来争议不断。去年11月，有2个组织领袖伫纽约因为触犯绑票，也甲儿童性剥夺，互人定罪，佮互人指控掠2个未成年囡仔，互一个14岁少女甲一个成年男性违法发生性关系。那伫墨西哥的组织成员讲，因伫当地有得到墨西哥难民署的许可，属有合法居留。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9月18大地震过后，这台东洛野关山地上一带，拢有一个人家树受损，无多大人的情形。有一寡在面，敢若会当去朋友因兜借大，甚至有规口罩拢伫咧外口大布棚。一寡厝受损的情形，拢无达到中央的灾区标准，敢若会当领地方政府的一般救助金。要修理厝这部分也无多补助，有影是过卡真歹过。厝内涂骹塌落去，壁闭去，外口空地啊嘛离开。18大地震后，台东地上乡有一寡民家受损，即马关山甲洛野也陆续传出民家受损的情形。其中一间自相两用的餐厅，厝内条啊已经歪去啊，厝主一家伙啊唔敢住，不过为着守护家产，只好伫厝外大天度过日子。望政府会当斗3工。是平时危楼不能居住啊。我们目前呢也都借住在朋友家里。家己要修理，即摆的范围已经超过咱的心理啊，嘛无法度啊。台南县政府调查到目前为止，洛野关山地上已经有超过220户民家受损，另外还有15户列作无法度住。不过这个损害无法度达到中央灾区的标准，也无法度得到中央的救助。县政府已经启动相关社会救助，先帮这受灾户渡过难关。我们提供安迁救助，那每一户一口是2万元，那最多这个以10万元为上限哈。同款因为地震影响的花莲玉里、富里、甲倒溪乡，经过相关鉴定，拢总有370间房屋受损，其中已经无法度大开红单甲黄单的76户。组织基金会甲台积电拢愿意协助修理甲重建。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县民能够这个有一个平安的家，还有一个平安的心。受创比较重的红单跟次重的黄单，到目前为止总共是76户。慈济会全部来做修缮或重建。花莲县伫初步协调了后，富里乡台九线德产以北受损的房屋由台积电负责，倒溪乡玉里镇由组织基金会来协助，县政府负责拆，希望会当协助受灾户赶紧重整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前期6年的国道7号高雄路段宽屏案件下晡审查通过，按算民国114年的动工，地方是希望或者货柜车会当用国七来出入码头，减少车流量，也会当解决塞车问题。不过，环保团体也烦恼讲，这国七的路线会经过着岐山断层，恐惊会有安全记录。大车甲小车拢做伙，轿车和货柜车甲连接车，前后协调的车体是严重变形。高雄前丁小港的沿海路段，因为大车出入港口装卸货不时会发生车祸。礼拜下晡，国道7号高雄路段进行宽屏审查，支持民众甲民代认为，对当地交通甲空气污染的改善有帮助。如果说没有新建国道7号，小港林园沿路的那个重车比例将会翻倍上升，高达大概32%。10点之后，整个高速公路大概都是处于一个怠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空气的污染、噪音影响的是我们11万8千多人的一个凤山区的一个居民啊。
国七以高雄小港南青路为起点，经由大寮系统交流道甲八八快速道路国道1号串联，再来往八到林武甲国道10号串联。随着港区的开发，高港局甲支持派认为，国七会使缓解就这货柜中心的连外交通量，不过环团环绕国七桥梁段大约21公里，占总长91%。旧一排桥内地档高寮大桥断了，经过岐山等站的国七，恐惊有安全的疑虑。国道3号中寮隧道每年的错位6至8公分，经长期调查确定是由断层所引起的。如果贸然新建，未来重车、货柜车、化学槽车经过，安全堪虑啊！我们的房子没有真正对受害物有利的安置，你要叫我们情何以堪？除这以外，国七高雄段短23公里有7个交流道，宽委也建议高公局调整这个交流道的数量，这个审计过程有3点外钟，只要决议来通过，由于本案对着环境生态才无明显的不利影响。不过也建议高公局甲高市府应该好好来处理沿线拆迁补偿甲土地取得这相关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主持媒体人周国科最近的言论行为引起议论，伊伫电视台广播中有节目，伫节目顶头的言论也受到外界的批评。NCC 表示，目前已经有收到95件民众真正的检举。NCC 下晡针对周国科主持的嫌新闻英五字的节目呢，认定去年播出内容无查证就乱报，损害地方选举的公信，甲周国科罚40万。我是杰明哦，那我今天稍微代班一下这个 Coco 姐的节目哦。媒体人周玉蔻密起来主持的广播节目嘛请假，佮宣布10月初10进前暂停主持工作，希望让选举行回正路。今天才提告，我早知道暑假你过来干嘛？周玉蔻连日指控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的爸爸张浩炎偷窃新闻广告。周玉蔻原定28要亲身去北检告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周万安涉嫌诽谤妨害名誉，所该由律师代表交诉证。周万安叫周玉蔻爱向受害者回息的。我不畏惧这种为了护航陈时中而进行的恶质选举操作手法，我也呼吁周玉蔻女士尽快跟被她伤害的人诚心道歉。这个叫无妄之灾哦，奇怪，这样也可以告诽谤我。我想我现在比较头痛的是检察官，不是我。周玉蔻的争论也未散，原本主持的嫌新闻英五字去宾是取消联播。周玉蔻伫节目中靠讲去网军恶意抹黑甲民进党参选人，但是中有无正当关系，尾也选定走去密，向主持的电视甲广播节目请假。伫这个时间点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28讲嫌新闻英五字节目有内容无落实事实查证甲挡法。是新闻台在过去2年之内曾经有1次的违反事实查证的前面的核处案例，那还有这次违规的情节，所以我们计算起来，依照卫广法第53条第2款的规定来处罚还新台币40万元。NCC 指出，嫌新闻英五字去年12月20中日立委选举期间，来宾以听到风声来讲。指明一个人会当摕10张身份证去投票，出现违反选罢法行为，无落实事实查证，罚款40万。若是今年5月初2节目标题闪到台北市长遗孤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案件，要求强化内控机制。另外 ，NCC 指出，最近已经接到95件民众真正检举周玉蔻节目言论无实在，无做事实查证。记者综合报道。高教工会甲全教总早起去到教育部头前抗议，因讲遐尼侪年来，因拢呼吁教育部爱限制公立大学教授退休了后，袂当领全部退休金，搁再走去私立大学教册。教育部说是拢无得干，一个人会当领2条钱，说互少年的博士无机会入去大学教册。点名问询，并且在教育部排兵之下打上肥鸟工厂。高教工会甲全教总认为，教育部就是问询甲肥鸟工厂。因为到去年年底，教育部官员离题了后，转入公私立大专任职的并无减少。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的任期任上，增加新增的门神就超过10位了。各位想想看，所有的私校跟教育部拿了多少的计划，拿了多少的一个经费，那有这个门诊是不是好办事？要求限制教育部退休高官转任私校，高教工会也指出，到今年公立大学教授退休了后，找到专业退休金转任私校也真严重，上千名教师这块受到影响。少年博士只好做兼任也是专业教师。大师大教授黄汉流讲，这在私立科大任教的好朋友，教师就迄天早起接到学校通知，聘约干到年底。
那我这位朋友他是单亲爸爸，所以大家可想，在教师节当天收到这样的消息，要怎么能够快乐得起来？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得到公立大专的退休老师转任私校已经有规范，人数下降。相关资薪的这部分不得使用教育部补助的这些费用，劳退的这方面的退休金必须要由私校或他个人来给付。从107年统计到的大概有1300多位，最新我们的了解大概已经降到900多位。教育部体育官员被控是问询，潘文忠讲各项计划由相关专家组成来审查，也有回避的机制，就认为这样秉持客观、审核、平等。不过，全教总认为也是应该定利益回避条款。另外，公立大学教授退休转私校，其实就要停领政府所支付的605退休金，就在避免领双份薪水肥鸟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教师节，咱来看这宜兰孔庙的传统祭典非常庄严，咱做伙来看。宜兰市立兴国小学生囡仔跳落乐舞，宜兰高商国乐社用边整边庆演奏国乐。日白是教师节，也是继承先师孔子第2572年名单。宜兰县政府伫宜兰孔庙举办传统的祭祀仪式，照鼓励三献甲三拜礼，邀请总统副行长特助陈怡贞做节孝事的主祭官，表达伊肃清绩效的好品德。参加这种这么大的仪式，也非常的开心。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陈怡贞目前读罗东高中3年，出身大亲族系家庭，甲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因为健康问题，无适合食市面上买点心，伊就学做妈妈用食点心。佮参加全县各中技艺竞赛，中小点心组摕第1名。作为献给妈妈珍贵的母亲节礼物，可得到全国好行奖。场的民众们请继续排队。为了小朋友，以后求学的时候能够有好成绩。伫现场，由宜兰县长林祖标照往日发地会歌为咗大人带囡仔来领求智慧，由阿公阿嬷伫现场为亲人求平安歌声。县府讲感谢老师团队授业解惑，用心指导学生，提升宜兰教育的进步，祝福全县老师教师节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自治宫的上白搭活动有真侪传统的阵头，也有艺歌。最近呢，这上白搭互文化部列做是国家重要民俗。目前全国登录国家重要民俗有22项，伫台南就6项。停办1年，缩小规模办2年的客家自治宫上白搭，今年4月初9到4月11开课举办，闹热滚滚。唔闹传统的艺阵，庙方搁去将军溪边办上白搭挂香的祭典，代表食果子拜树头、治温保本的精神。啊，那今年9月，搁通过文化部审议，加做国家重要民俗。会当通过这个重要民俗，迄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经过大家的努力，总有看到一个成果出来这嘛咱感觉足欣慰。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讲，这个真好的传统文化，就是饮水思源，不忘本。客家自治宫2018年开始，甲中央表达争取的意愿，要甲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祭典列作国家重要民俗。虽然前2年照见活动拄着疫情取消，不过庙方继续咧争取经费做文化资产保存，甲传统的艺阵找倒转来。即马嘛已经加做台南市第6项国家重要民俗。它在整个祭典的过程当中，它的义正以及它的义格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水甲上白教是台南市的第6个重要的民俗，那也显现出台南是一个文化首都，各项的文化资产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备。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客家上白搭的文化价值受到官方的肯定，最近应该就会落南举办授证典礼。那台南市本地有5项国家重要民俗，包括西港看香、东山碧仙寺也佛祖等等。到今年9月为止，国家重要民俗已经有22项，那台南就占其中6项。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有民俗业者证婚大乱之草，吸引游客来翕相，却互政府认定这是破坏生态外来种，拢爱扣掉。这农委会的药物毒物测验所也制定相关的评估措施，希望会当甲这寡外来食物拢挡伫境外。
一大片粉红色的草，营造敢若仙境同款的情形，吸引游客来翕相。伊是外来的粉黛乱枝草，其实是有害外来种。后来政府要求种的这个民宿业者甲伊移除。另外，这种攀附树木而生的米甘草，毋知什么时阵拖入来。来自中南美洲的伊已经大面积拖生啊，就爱用人工来甲移除，因讲是上大的力感。养分被吸走之后，就会死亡。那所以会把它称说，就是会有这个头号绿癌的名称那样子。为了防堵外来食物进入台湾，冲击在地生态，造成原生种来死亡，农委会推动外来食物评估的做法，希望甲伊主动伫个境外卖回团入来。另外，所来需要严防炭开的上大杀手是大米草，伊伫中国沿海造成贵海也捌入侵高米湿地。那护花米草呢，它就是会整个堵塞那个海岸线，然后会对我们的红树林海岸造成它生态上面的冲击。即阵由毒素对着外来食物的野化甲碳开风险这4项指标进行风险的评估，希望提供边境检疫人员正确规范，并且来检查，避免外来食物经由食物引进，也是남伫其他的政治甲切仔内底入侵台湾来探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南投六国的这个蜜芳桂花茶比赛，少年农民詹献家摕到茶王奖。因2年前回到故乡，自头至尾开始甲爸爸妈妈学做茶工具。伊也毋茫讲，这款茶米的情芳会当互分享到更较侪人。南投六国的青年茶农詹献家，今年才拄摕到蜜香桂花茶王奖，特别引起各界关注。因为旧年这奖，就是因妈妈先摕到，一个花啊连续2年拢得奖。那做茶品质受肯定，嘛代表父母的功夫有传承。这一次很开心，就是可以得到我们今年的蜜香贵妃的茶王。那就是去年是我妈妈得的。今年就是有把我妈妈的精神传承下来，有爸妈他们的一个经验的传承，那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很顺利的，就是把这个产品把它做出来这样。咱嘛是有认真啦，搁有做到咱这个或者消费者爱啊，搁咱这评审老师爱的品质上安尼，阮这囡仔嘛是，伊嘛真正有真用心啦。詹献家2年前才决定返来故乡学做茶，伊讲若要做出品质上高的蜜香桂花茶，有真侪眉眉角角爱注意。除了爱利用优先管理吸引烟仔虫来甲茶叶以外，伫咧焙茶的时阵，嘛要真有耐心，慢慢啊焙，才会当焙出甘甜的口感甲后韵。这个茶非常的珍贵，因为它是在一个天然的环境之下，要有一个很友善的一个茶园，小绿叶蝉才会来叮咬。经过适度的烘焙，所以它才会有一个蜂蜜的香气，而且它喝起来的一个甘醇度是比冻顶乌龙茶来的再厚实一点。詹献家一个伙仔，每一个人伫厝里做茶，各人拢有各人的角色，发挥家己的专长。伫咧第2代传承之下，嘛要继续研究甲讨论，望甲甘醇的茶芳分享给愈侪人知影，拍拼为家己的品牌拍出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潮州的这个南后树林平地森林园区，最近推出纪念的锁匙圈仔，是用台湾山马设计14种的保育类动物造型，真侪游客来遮拢会买一个做纪念。好，掉下来了，好棒！推进去，推进去。哎，对，哇，是什么？甲囡仔仔落入去机器内底，导引高明英的古锥纪念品拿落来，囡仔是笑甲真欢喜。这个扭蛋机呢，里面有我们有台湾原生的14种的动物造型钥匙圈的木工艺，它非常的特别，是用我们台湾国产材制作，就是国产材台湾山所制作的钥匙环。为着要增加趣味，屏东林管处伫南后树林平地森林园区设一个鸟头鸟的纪念品机台，用台湾山马做出14种原生动物的锁匙圈仔。每一个多样嘛，拢针对物种的天性制作。除了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台湾特有的物种以外呢，它的制作的手法上呢，也是使用了它的一般很特有的习性来制作。我觉得很棒哦，让大家游客来这边可以用我们这种台湾杉木可以做成一个纪念品，很值得。这些动物
然后做出来的样品样子都蛮可爱的哈。游客表示，这个纪念品真特别，嘛真有价值。唔但认捌台湾原生种动物，佮会当甲这古水的锁匙圈啊，当做礼物送互亲戚朋友。近摆若来遮拢会存一个，希望甲14种拢总收集好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间航空公司拜日成功试飞一只全电动的飞行机，打破有史以来纪录。这试飞的飞行机叫做爱丽丝，飞行员对华盛顿州起飞，伫1000公尺高的天顶飞8分钟，过程是零碳排噪音也减少真济。警方公司未来咧要甲这个爱丽丝充电30分钟了后，就会当飞1点钟咯。伫跑道走了后顺利起飞，这台白色中小型飞机改写航空史。美国一间航空公司 Aviation 当地时间27成功试飞一台全电动飞机，伫1000公尺高飞8分钟。Today, Aviation flew Alice, our all-electric commuter aircraft, for the first time. 这台全电动通勤飞机叫做爱丽丝，会当载9个乘客。起飞时阵最高时速275公里。虽然外形甲其他中小型飞机同款，时速嘛无特别紧，不过伊上大特点就是飞行时阵袂产生碳排放，噪音嘛减少真济。We're targeting a design criteria of 35 minutes for a charge, and so that'll be a charge for the typical route length. So again, we're targeting call it 30 minutes of charge for an hour of flight time. Aviation 甲爱丽丝要做通勤客机加飞机，预定之前2点钟会当飞240至400公里，差不多为西澳岛飞到附近的波特兰。因当地改善电池的技术，希望加紧充电的速度。虽然离量产也阁有一阵啊，不过 Aviation 已经接到 DHL 等公司超过100台订单，预定2027年交机，互全电动飞机正式投入底厅运输行列。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最近有一部记录在亚马逊雨林的纪录片，用3年时间去翕以原住民和生远角度来讨论人甲土地关系，而且针对着咱人对待大自然的方式提出见解。最近这出纪录片也得到12项纪录片的国际大奖。纪录片导演普利兹所翕的《The Territory》侵入亚马逊雨林的心脏地带朗多尼亚州乌鲁尤瓦瓦族，因世代拢住伫咧遮，为了要对抗农民甲矿工亲门大户，18岁比泰特带领族人捍卫部落，保护存没偌济雨林。纪录片是用导演的角度甲观点来讲。不过，实际翕的人是18岁主角比泰特甲伊的族人，因为拄则开始翕的时阵就拄到新冠疫情。乌鲁尤瓦瓦族的人口无到200人，为了防疫，不准外口的人进入部落。普利兹就甲摄影机交予比泰特，比泰特带族人来翕，讲家己的故事。另外，也用无人机斗相共翕，每完成一段就用通讯软体讨论。上尾因总算完成这部拯救亚马逊雨林的纪录片。因那纪录片的这篇制片特塞西鲁基是24岁法律系学生，伊是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唯一上台发言的原住民女性。伊认为乌鲁尤瓦瓦族是亚马逊雨林最后的守护者，但这代若无采取行动改变气候问题，后代子孙的生存就真危险。Ela só vai ser alcançada passando pela sabedoria dos povos indígenas. The Territory 当讲是乌鲁尤瓦瓦族出品的纪录片，用下原住民甲西方的角度，为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提出批判性的观察。地球有危险，人类部分种族拢是命运共同体。The Territory 希望会让唤醒成为地球物种的一份子。若想要有美好的生活，就要尽到保护环境的责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